黃偉文的前因後果。香港有冇官商勾結？曾蔭權好憎人講呢句說話。過去幾年有記者提起，佢就立即黑面。佢覺得講嘅人無事生非。香港有獨立嘅法庭，信譽超著嘅廉政公署，口碑載譽嘅公務員隊伍，世界奇蹟嘅金融市場，官商勾結，你有證據咪去 ICAC 咯。普通市民未必有乜嘢真憑實據，但生活其中就一定有感覺。尤其是97回歸之後，金權交易、官商合作、地產霸權獨大、貧富天淵之隔，呢個稱之為象。古代聖人就以象取卦，所謂卦咪就係掛喺眼前嘅現象咯。上古時代原始景觀不外乎天地風雷、水火山澤，即係八卦裏邊嘅乾坤巽雷、坎離艮兌8種現象重疊，形成64個組合，即係人生嘅64個處境，就成為易經嘅64卦啦。每卦有6爻，即係人喺當時嘅位置。爻係仿效變化嘅2個基本單位，主動嘅係陽爻，被動嘅係陰爻，一陰一陽有2條橫線，就等於數學上面0與1嘅二元對數關係，亦即係現今電腦嘅基本原理。市民見到官商勾結嘅象，但煲呔又覺得冇 case， 問題喺邊度呢？香港有一套官商之間嘅地下秩序。殖民地時代，官有絕對權力，商盡管發財，但唔可以挑戰官威。政府分配利益，一切以方便殖民統治為原則，好似地鐵咁，係集體運輸，經營高昂，所到之處土地有價。政府俾你起樓，用地產收益補貼市民嘅車資，呢個係默契。信和黃志祥用空殼公司炒期指，1987年股災輸咗10億，佢哋想賴賬，港督出面追數，唔俾就成係人要喺香港冚旗，佢哋乖乖找數。嗱，呢個就係殖民地時代嘅官商關係。回歸之後，政府威權喪失，商人坐大，北京官場錢可通神。97前嘅官商默契就變成今日嘅官商勾結，拉遠貧富，特權處處，社會矛盾就一觸即發啦。